大家好，今次谷草野馬商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落喺第3場4班1800米嘅嘉樂寶區，第6場4班1200米嘅時時開心，同埋第7場3班1650米嘅有財有勢身上，而落飛馬精選就係第5場4班1200米嘅過關勇士，尾場3班1200米嘅成康掠影。尤達榮馬房嘉樂寶區今季跑過9場4班賽都3甲不入，不過今年元旦日出戰田草1600米，喺排不利嘅14檔之下，後上甚勁追得一直殿軍，輸比之後分別都喺3班交出頭馬嘅安都同埋黃金騎士，水準頗佳。刀埋邊透出，中間有開心宇宙嘉樂寶區，最出仲有黃金騎士接近終點，安都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，壓上壓落啊！上場初落5班。轉戰谷草1800米，出閘後跟住放頭馬留守內欄位置，入直路加速上前，透出直奔終點，輕鬆贏2個馬位，表現有顯著進步。賽後連貨拍跳，火力俱增，回到4班再戰贏馬路程，連捷可期。第3出邊追上嚟有龍遊生。大外檔係環同啊，最後200零米，喵喵怪沿住個中檔出咗嚟先，中檔位置電換精英亦都展開衝刺，外邊呢仲有呢隻奇異歡聲啊，咁啊偷入邊上就係時時開心，接近終點，喵喵怪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嘅馬係電換精英啊，第3名時時開心呢喘咗上嚟喎，咁啊至於跑第4名嘅馬係奇異歡聲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喵喵怪咁啊都處理手法啦。全程個走位際遇啊，咁啊都係相當好。結果拋甩野馬，中檔位置仲係有財有勢啊，出邊追啊勁好運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係南區之星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有財有勢響中檔呢就已經係穿咗上嚟呢，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。2、3名嘅馬相當接近啊，超加第2啊，埋邊勁進區第3。最後直路250米啦，前邊3隻鬥緊啊，咁啊中間已經透出咗呢係驕陽紅心啦，入邊乾坤圈第3，出邊勇進區都上嚟噶啦，仲有捷進有財有勢都追，接近終點拋開咗嚟贏啦，咁啊驕陽紅心，第2就近啲啦，有財有勢捷進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花好月迎佔先啊，沿欄推進啊，就係風采人生已經係上緊嚟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間有過關勇士啦，埋邊上咗跨境駿馬，出邊位置仲有呢隻環球英雄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風采人生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花好月迎啊，第3呢相當接近喎，埋邊位置安定神區。響後邊天下寵兒嚟嘅，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過關勇士中間佔先嘅，咁啊見到外邊凌厲標區追佢，沿欄打上嚟噶嘛，仲有隻雷神太保啊，後多層啦，出邊啊小魔鬼啦，中檔紅前到勝多多，接近終點，雷神太保贏啊，跑第2名呢就過關勇士，第3名嘅馬呢有呢隻凌厲標區。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可靠大師呢仲係佔先咗半個身位啊！見到中間位置就進藝快車啊，後多層有寶進上嗰啲啦，再喺外邊有成康掠影啦，偷入邊上星運少將，最後100零米可靠大師仲係佔先啊！寶進率先上嚟挑戰，埋邊追仲有星運少將，出邊競進王姐接近終點第1名寶進贏啊！第2名有埋邊可靠大師，中間星運少將，出邊仲有隻競進王姐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寶進都係跟人跑啦，前中段貼欄，今晚無位傑馬房又犀利。